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讲到变种病毒 Omicron 是继续伫咧传，英国第13也已经出现头一个 Omicron 的死亡个案。英国政府针对着 Omicron 监测，显示讲这种病毒伫室内传染的速度，比 Delta 是悬3倍。英国目前也把这注第3档的时间缩短到3个月。就医生建议讲，咱台湾也当参考英国的做法。英国伫咧当地时间13出现头一个 Omicron 死亡个案，当局唔敢靠势，除了宣布实施 B 计划，要求民众尽量伫咧厝诶做工课，出入室内公共场所就拢爱挂嘴暗。英国政府也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做监测甲调查，证实讲 Omicron 伫咧室内传染的风险比密切接触者要悬，而且也比 Delta 更较高危。14天之内，它针对家户传染这方面 ，Omicron 它相对于 Delta 它的这个传染力的倍数有高达3倍，针对亲密接触者的话更高，也有高达2倍。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议，只要是 Omicron 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例，或者他的可能接触者，希望还是能够用高规格的14+7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检疫，那么一定不要进入我们的公共集会场所，特别在这个跨年以及春相关的活动里面，那可以确保台湾防疫的安全。专家表示，虽然即马无证据显示 Omicron 重症甲住院的比率会比 Delta 要大，不过就惊免疫的失效，英国已经伫咧11月底缩短至第3档有风险的时间，第5个月缩短到3个月，拢注 mRNA 保护力会当有7成。目前英国的数据是打完第3剂，也就是加强剂之后的2个礼拜看出来的真实世界数据是都还有7成以上的保护力。即阵国内做过第3档有风险的有3万多人，要维持第2档甲第3档爱人至少5个月。专家呼吁除了爱严格抵挡 Omicron 对境外侵入社区，个人的防疫措施要袂当放零。记者阿明静、夏桂林台北报道。讲到这礼拜六就要进行公投案的投票啊，哪力定也拢开始伫咧催票。民进党的中常会是选去高雄，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强调，这公投的结果会影响到南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若准想要拼过韩国，这4个拢爱投不同意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走去桃园新竹，呼吁大家用同意票来架势民进党。台湾更有力。128公投即要到啊，郭定亚一直伫催票。民进党中常会超工来到高雄，南部县市首长陈其迈、黄伟哲、潘平安共场来呼吁投下无同意票。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强调，公投甲南台湾的发展，尤其是真相关，也是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选择。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民粹凌驾民主，政策反反复复，外商还能放心投资我们台湾吗？尤其是在我们南台湾进来的投资是越来越多。蔡英文更加表示，只要维持这阵发展的速度，2005年台湾人均 GDP 有机会超越韩国，诉求经济表现，希望催促南台湾的投票率。国民党除了政车在新北市伫扫街拜票，朱立伦也一直行桃园新竹，在公投说明会呼吁爱用民意来促发民进党。在野党有在野党的天职，我们必须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尤其是面对这么阿爸的民进党，我们必须要跟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呼吁大家好好思考一下。4个同意就是民意。朱立伦批评民进党和国高用奖励攻击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对抗民意，希望大家徛出来投下同意票。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突然出今年前会有重大损失，可能甲直接讲总统大选有关系。朱立伦也表示，这谣言无法度来回应，即阵甲侯友宜拢是先全力来拼公投。记者综合报道。拜六特别举行这个公投案的选举，这回4张公投票有4种色水哦，而且这4张无一定全部拢爱领。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早起去视察选务准备状况，甲模拟投票状况，也有立委来关心这投票流程甲速度是要安怎领票、安怎来登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也表示，希望伫今年这回的投票咧，伫暗时10点之前，所有的票拢会当开互选。
画面内底选务人员甲投票的民众磅体温。今年公投只要毋是检疫，居家隔离的民众，就算体温磅出来有发烧，也是会当投票。选务人员会发手箩给伊，而且要求签实名制声明书，再搁安排专用的路线可以投票。了后，选务人员嘛去做消毒。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公投的前3天，去投票所视察准备的情形。今年公投选票是以无共色水来区分4大公投案，因为民众会当选择简单领部分的选票，选务人员会伫领票的名册顶悬做注记。不过，调查立委拢烦恼讲，安尼可能会影响领票的速度。只要领第20题。对啊。其他我不要领。我只要领1张，要领怎么办？那我们就在这边盖1个章，然后呢？那我们这边只领1份，所以领票的时间也有可能会 delay 哦。对啊，因为你们的人员够不够？是。所以这个绑大选就更复杂了啦。对啊，是啊。所以只要做好准备，要做好准备就没有问题。来。另外，中选会嘛增加登票计件的数量，不过立委也是烦恼无够用。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的这个选务，它的圈票遮屏是拿卡都给卡，从来没有。丢了，我觉得了哈，我最后再一个建议啦，签票处哈，签票的这个好遮屏啊，要多准备啦，都会花更多时间啦，好，因为他要想，他要看哦。这个也给你们建议了哦。你们希望几点前可以有投票结果？至少10点前应该都要可以有投票结果。李进勇嘛提醒民众，投公投票的时阵，若是有公投相关的文字、符号或者是图，即个相关的衫、甲配件，还有喙罨等等，是袂当穿嘛袂当挂。若投票所4块围啊30公尺的范围内，袂当有相关的宣传品、干扰、影响或者是妨害别人投票的行为等等。另外，虽然公投投票日迄天并无禁止宣传的规定，不过投开票所附近超过30公尺的范围，也是爱注意。若是有妨害、扰乱投票进行，或者是妨害民众自由行使投票权，这拢是违法的行为，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一般的民众伫拜六迄天公投案的时阵去投票，会当领到4张的公投票。不过伫新竹市会加一张，就是地方性的公投食好水公投票。透过公投来决定市政府敢要定出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甲工业等等的垃圾水用专门的线路回收登记，袂当排入去溪流水头。新竹水网收起来，1218。投出水未来。在地爆发车坡顶面大发口号，新竹市的民间团体呼吁，12月18除了4大公投以外，新竹市也举了全台唯一第5张的地方性公投啉好水公投票，投票来决定市府是毋是订定废污水的管理自治条例，甲工业者的废污水专管来回收，无排入饮用储水口上游。新竹市民能够同意订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针对我们头前溪以及相关的溪流上面的废水跟污水进行它的相关的规范，杜绝废污水混入我们的饮用水跟灌溉水的取水口上游。我们喝的水不是水库的水，我们喝的水真的是头前溪中下游的水，大家要一起来来希望能够同意我们的第5章的公投票，能够订定这个废污水的一个自治条例让这个废水不要再排入到我们所饮用的头前溪里面。新竹市长林志坚那对啉清气的水公投来表达支持，也是公投连署人之一，强调市府拢有推动相关的政策。伫饮用水的部分，已经有修订新竹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条例，禁止新竹市辖内南雅出水口上游头前溪排放事业的废水，并且积极争取桃竹干管北水南送，解决头前溪水源的问题。二来，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喝到更好的水质的水因此喝水库水是当时我提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北水南调的工程也在今年2月已经开工。新竹地方性公投选举人数是357083人，依法有效的同意票爱达到投票权人总额1/4以上，估计爱得到10万票以上的有效同意票，而且比无同意票较多，才可度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就听到讲某一寡店家要来起价咯，即马连锁的水饺店也宣布讲一粒水饺要起5角，连锁的排骨便当店也讲要起5块到10块，甚至当季要食圆仔真也要起1成。主计长朱德斌表示，明年3月进前，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不过今年薪水的成长率只有1%尔，这薪水增加的速度是对不着起价速度。才拄啊摕到包好的排骨要炸走，一个小姐看到手头的发票，讲物价实在关甲互伊踹一个。我想说，70都可以买一个便当了，既然我只是单买一份排骨，啊70算了。一块排骨的介绍，我买便当价，互伊无想要搁加点其他品项。连锁快餐店牛舌和排骨已经伫店面打广告，10开始介绍条款，每一个品项差不多起5块至10块。物料那个成本提高啦，就决定说要提高一些部分的商品的那个价格。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虽然介绍也袂调，不过要伫10开始，煎饺、水饺每一粒要起5角，面完了要调整，起价幅度差不多5块左右。东西都一直涨，那我们薪水没涨，那付出的钱一定是比较多的。薪水幅度是比较就是没有到像物价那么涨那么快。对啊，就幅度这两个是有落差。当季爱食圆仔也起价，其中桂冠圆仔伫超商的通路每一盒为52起到60，起价幅度超过1成。不少人拢会订送到厝的嘉南圆仔冷，也要伫明年1月开始将品项调悬5块，因为规个餐饮业逐项拢伫起。主计长朱德斌15日立法院表示，国内确实有物价起价压力，不过也未当算是通货膨胀。实质薪资有成长，也就是高于物价上涨的话，不舒服感就比较不会那么大。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目前的实质薪资的成长，今年大概是1点多。朱德斌表示，明年3月进前，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率拢会维持伫2%左右。外口一物件物价起价相对有感觉，不过若是实质薪资有成长，就会当减少冲击。不过今年实质薪资成长差不多是1%，也对袂着物价的波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进口咱台湾的往来食客，农委会即马也该推动冷冻食客要来出口。下晡头一个会柜已经装好势，准备外销去到日本。另外，今年6月去予纽西兰暂停进口咱的酸饮，双方经过沟通了后，有机会伫咧后礼拜来恢复进口。为了克服往来食客新鲜的水果直接外销会面临检疫的困难，农委会改杀冷冻食客，用食品的形式出口。下晡头一柜冷冻食客进行封柜，差不多一栋准备空运外销去日本，直接送到消费者的手头。这个协助销售的跨国电商业者指出，日本民众介意冬天哪下烧哪食冰，冷冻往来食客会当创造新的话题。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在今年冬天呢，我们凤梨世家冷冻全国，也成为他们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冬天的冰品。总算下出第一步，台湾县农业处表示，会当小可稳定农民心情。其实，县政府伫11月中有先寄10粒冷冻果去医好市役所，互人试食，得到的反应大部分拢是正面的，不过原来有人有淡薄意见。口感非常有趣，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会有不一样的风味，可惜外观跟种子较不讨喜。冷冻往来食客煞来也准备安排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国家。中国禁止台湾水果输入，到即马还未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咱国甲纽西兰针对酸亚努力沟通讨论，总算会当重新开放输入。纽西兰暂停输入以后，我们双方就开始坐下来谈。那谈到昨天，农委会指出，今年输出差不多1000公斤的酸亚到纽西兰。6月因为奶子检查出有蜂仔，所以酸亚甲奶子去予人暂停输入。经过提送调查报告了后，作业停输受到认可，同意恢复酸亚输入，可能后礼拜就当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家己某一间诊所的负责人黄医师，11年来趁着民众看医生的时阵，偷偷用民众的健保卡乱开药啊，制作看诊的记录，再来偷领这健保费。这11年来已经领超过1亿外咯，而且佫甲亲戚朋友借人头来买金融保险产品，过一手洗钱。黄医师今年8月去互检方查到了后，说是拢无要还钱互这个健保署。这个地检署今仔日正式甲伊起诉，而且要求伊
要甲伊判重刑。画面内底，这个挂目镜穿医师袍的医生，甲检警咧讲话，家己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姓王医师，从2010年开始，利用民众主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来看病的时阵，偷录患者的健保卡、加保看病记录，或者是加开慢性登记的药单。11年外以来，诈领的健保费有甲1亿174万外。除了这个部分，他还以这个犯罪所得，然后购买一些金融的保险商品，然后用这个方式来从事洗钱。这个姓王的医师8月去检警查到了后，到今也未甲健保署和解，嘛也未甲诈领的健保费吐出来。15地检署侦结起诉，向法院请求严格处分。诊所诈领健保费的案件是袂少，大部分都是诊所不实申报。2020年，家己捌有眼科的诊所，利用其他医师挂名，或者是合作甲患者开刀的时阵，利用白内障手术，每一个医师一个月袂当超过40个急付的限制，来弄发几个空房。因若高阳某诊所是以录健保卡就会当换健康食品的方式，说服民众甲健保卡互诊所，摕去申报不实的医疗费用。健保署提醒，民众会当伫手机下载健保快易通的 App， 来查家己互医生看的记录，敢有互乌白报。例如，你11月根本没有去这家诊所看诊，可是你在看你的健保快易通的就医历程里面，你发现说这一笔根本没有去，那就是盗刷。除了会当查互医生看的资料，嘛会当为药的记录来确认诊所敢有乌白申报无真正开予患者的药啊。另外，去予医生看的时阵，最近若无领过药啊，煞去用提醒有领药的记录，这些拢是去用偷录健保卡的现象。提醒民众，若拄到这款情形，随时拢会当向健保署来检举甲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新的调查局长王俊立讲要改革内部，才做不到1个月时间，即马就野出讲，这个北基站有一个生出来调查官，因为真爱耍这个生存游戏，涉嫌伫网络顶头甲人买非法的枪，已经去向移送法办啊。调查局也回应讲，已经甲这个调查官调离开现职，静候调查，若准有违法，也会该严办。调查局的买代是小连续逼出来。无偌久之前，才发生调查官的笔录互偷摕，女同事互性骚扰，插刀的人甲毒品摕去卖。即马佫逼出调查局北基站生出来的调查官，伫咧地下网站买违法的枪，严重损断调查局的名声。进前，即个生出来的调查官，捌协助侦查前航基站组长齐淑良调包毒品偷卖事件。即马伊家己煞加入去违法买枪的代志。涉嫌透过暗网以比特币自美国购买枪弹输入台湾。那在今年3月8号就报请这个新北地检署重大刑案组。那检察官在今年的12月9号，那搜索被告的住所、居所，还有办公处所那查扣手机等证物。检警顶礼拜搜查北基组生出来男性因兜，毛家约谈到案。伊讲伊当伫咧风电动生存游戏，所以连去地下网站买枪，用境外虚拟的货币来付钱。毋过枪伫出口进前，就互美国海关查扣起来。通报台湾刑事警察局，刑事局追查收货人的住址，发现讲买枪的人竟然是生出来调查官，报请新北地检指挥侦办。检警约谈生出来男性了后，以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以15万块交保。本署将积极为后续的这个侦办动作尽速厘清相关的这个真相。检警怀疑这个生出来男性上网买枪的动机并无单纯，会扩大侦办。除了调查金流，嘛要追查枪的来源。调查局表示，会全力来配合司法的调查。目前已经把这个生出来男性调至等待调查。若是查证是事实，一定会严格当当来处分。不过，新任的调查局长黄俊立顶个月才接手尔，对来话讲爱严守纪律，才就任1个月，都有人上网违法买枪，是严重损断调查局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花坛的桥头村有一个违法的废弃物本所场，顶日倒回收，这内面差不多有2000吨的建筑废弃物，就安尼先翕伫内面，烧袂到56点钟。虽然消防人员有赶紧来拍火，不过烧物件乌烟臭味，也拢已经飞到别位去了。环保局也请花坛加彰化市的民众，这窗仔门就要关好势，上好是卖出门。
怪手啊，一直要为废弃物当中找火点，消防队员伫边喷水降温。中华关花旦乡桥头村一位违法囤废弃物的所在，13早起导火烧起来。消防分队表示，现场2000吨的建筑废弃物吨6公尺悬，占地有2500平方公尺。火一个倒起煞未收煞，拢总出动17台消防车、28个消防队员，经过56点钟灌救，到今嘛还阁咧翕烧。那目前的话是怪手搭配我们的水线，持续来开辟防火巷，来阻止它的燃烧。中华关环保局表示，这个蹲地山坡地废弃物，早伫2019年就已经稽查发现，但废弃物系列主要嫌犯等3人无经过主管机关核准，而且无领废弃物处理许可证，违反废清法，经过中华地方法院一审判5年6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各限期明年1月底前清除废弃物，无想到期限前煞捣毁。环保局派空品监测车到现场监控，15早起10点外 ，PM 2.5数值捌悬到262克。副局长林明宏表示，有可能搁依照空污法罚钱。现场的火灾状况会等火场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看是否有相关的疏失，然后如果有疏失，将依空污法开罚10到500万。花旦消防分队表示，因为废弃物烧团的范围伤宽，无法度评估什么时阵会当控制。中华县政府是讲，目前现场方向是东北东风，空气污染影响范围包括花旦乡甲中华市，请民众他们关好安，避免出外。记者综合报道。WHO 世界卫生组织14发出警告，表示变种病毒 Omicron 用上紧的速度正在传开，已经有77个国家地区出现病例啊。烦恼讲这年尾假期会为民众参加聚会，互病毒传更较紧。另外，南非的研究显示，讲注2档 BNT 疫苗对感染新病毒的保护力只剩33%尔，不过也是有70%的防护力，会当预防感染者变做是重症。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伫全球拖真紧，已经有真侪国家地区出现确诊病人。WHO 世卫组织14个对此发出警告。77 countries have now reported cases of Omicron,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Omicron is probably in most countries, even if it hasn't been detected yet. Omicron is spreading at a rate we have not seen with any previous variant. WHO 讲，根据感染状况，欧洲部分国家未来几天可能会观察到Omicron正做主要传染的新冠变种病毒。烦恼伫正日年尾假期的时阵，会因为民众聚会增加，互传染拖更较紧。嘛，烦恼真侪国家敦促自对家济计划，卖加重疫苗分配无平均的状况。另外，南非上大医疗保险公司 Discovery Health 超过21万人的初步研究显示，即卖疫苗辉瑞 BNT 疫苗对Omicron的防护力降低到只剩33%，不过伫防止重症转移的几率依然有70%的保护力。The vaccine effectiveness has reduced from 80% in the Delta wave to 33% now in this Omicron wave against COVID-19 infection. Quite a material reduction. The vaccine effectiveness of this double dose of Pfizer-BioNTech holds at 70% in the Omicron wave against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COVID-19, which we measure by hospital admissions. 世卫组织统计，过去一礼拜非洲确诊病例增加83%，不过死亡人数却比之前疫情更较低。有愈来愈侪证据显示，新变种病毒比以前的变种病毒更较高软疫苗保护力的抗胖。不过确诊了后的症头会较轻，有关提醒民众爱细致，因为病例增加有关造成医疗体系严重负担。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根据着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自从8月中塔利班政权接管阿富汗了后，已经有100多名前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前政府的相关人员去互台死啊。这内面上报有72个人是去互塔利班用私刑甲因灭掉的。塔利班从8月15接管阿富汗了后，保守佮大阵的作风是互看出，毋但限制负责人的自由，人权嘛规个倒退路。联合国最近发布一个报告，内容讲塔利班政权上任以来，动用私刑处决迫害前政府的官员。
Between August and November, we received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more than 100 killings of former Afghan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and others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er government, with at least 72 of these killings attributed to the Taliban. 聯合國調查發現講，喺這個案件內底，塔利班動用私刑了後，一個公開展示死者的遺體，和阿富汗的人民是真驚嚇。另外一個由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報告寫講，8月中至10月底期間，塔利班殺害47個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的成員。不過塔利班的發言人是駁回這個指控，認為講這完全攏是個人的恩怨。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today face a profound humanitarian crisis that threatens the most basic of human rights. 各國為咗抵制塔利班政權，凍結阿富汗海外資金，國際上100億美金的援助嘛凍點。地區英國內面臨真嚴重的經濟危機，氣候變遷引起的可汗，地區糧食欠缺，會當講所有阿富汗的人民，即馬逐工是攏要起失當。98% of Afghans are not consuming enough food, which is a worrisome 17% increase since August. Now, the spiraling economic crisis, the conflict and drought has meant the average family can now barely cope. 即馬散車，逐工無晝無暗的生活，濟家庭走投無路，過不離種都要甲囡仔賣掉，甚至出現用囡仔新娘來換食的物件。若是經濟持續安尼衰退，佇塔利班統治之下阿富汗，這災難恐驚是唔知愛甲佇當時。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譯。講到戰前，黎巴嫩發生大爆炸，目前因的經濟衰退也變甲真嚴重，這錢變薄甲親像廢紙共款。大部分的人攏變甲真散車。一個聖誕節特別到啊，卻因為無錢通好買，規個聖誕節是冷冷清清，無過節氣氛。黎巴嫩2019年發生政治經濟危機，國加上去年8月貝魯特港發生大爆炸，即嘛是歷史上上較嚴重的衰退。往年年中掛燈甲彩過耶誕節，街頭攏是香檳珠寶的廣告，民眾大筆消費的情形已經是歷史啊！即嘛街路廣告毋是銀行貸款，就是海外匯款，也若無就是保護家己的監視警報器，也是保險箱。雖然官方表達是對美金反映現實，烏市介紹已經達到29000比1的歷史新高，每一個生活壓力攏真大。There is no Christmas season. It's a fake season now. No one has the money. The shops are not prepared for Christmas. Even the people, when you look at them, they're not happy. 首都貝魯特市中心上鬧熱的哈姆拉大車路，差不多攏無過節氣氛。政府一天敢若供應2點鐘的主能源，連槍燈都無法度規工倒掉的。佫較莫講是幾多條街的耶誕燈，全城敢若剩少數高級店面也負擔得起。過去大量採買的消費習慣，即馬變甲真夠準賺，一屆敢若買一輸啊！商店成本也真懸，真歹過日。بس إنما كلبناني معه شو بعده زي ما هو شو بده يشتري ما في معه بيجي يعني بيجي بيشوف القطعة قديش هاي بتقول له هالقد وهالقد بيتحسر وبيمشي ما في حياة العالم كلها تعبانة منضايقة ما في مصاري ما في شيء錢無夠金要買無物件，麵包起2成，能源起3成，商店歇業的標誌比節後促銷還佫較濟。街路無耶誕老人去食煞愈來愈濟。生理上界無用的是外匯交易商，即馬還佫提供烏色的塑膠袋啊，用來抵無甲親像餅紙共款的黎巴嫩的錢。根據聯合國每工收入2美金的標準，黎巴嫩即馬有4%的民眾攏生活佇個散赤標準以下。世界銀行今年6月表示，黎巴嫩的經濟可能是19世紀中以來全球上界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一。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4家非洲剛果的倫巴舞列入去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另外，秘魯在地民族做粗繪技術，委內瑞拉的慶典，也個愛爾蘭的拉英活動，這回也攏列入去。之後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歸路上的民眾知影講，當地有300年歷史的聖胡安保蒂斯塔宗教慶典，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佇上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上，大家真歡喜，一個唱一個跳，有人甚至激動甲哭出來。Lo mantuvieron esta resistencia y hoy lo logramos. ¡Que viva San
同时，日本的要秘鲁的亚马逊阿瓦郡族的草鱼艺术，也个非洲公古民主共和国加公古共和国所共同提出申請的伦巴布。公古民主共和國總統菲利克斯真歡喜來歡迎這項消息，兩國人民也伫社群媒體來熱烈慶祝。 Congo succeeded in having 5 national parks registered in the 1970s as natural heritage sites. But again, natural heritage. In terms of cultural heritage, nothing at all. 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are pushing to get the rumba on the list. 愛爾蘭傳統的老鷹活動，今年也甲克羅埃西亞、吉爾吉斯、荷蘭、波蘭，也有斯洛伐克5個國家鬥陣登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老鷹在愛爾蘭上早應該追溯到中世紀，也是愛爾蘭第4個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的文化活動。總計已經有24個國家的老鷹活動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遺產認可。公視新聞綜合報道。 香港高等法院今日裁定，香港政府清算一团门资产。台湾的《苹果日报》会由法院所委任的临时清算人来进行处理。公民团体也烦恼讲，台湾《苹果日报》交出去的资料会危害国家安全甲新闻自由，因着来向文化部申请，希望政府的态度就要大硬，拒绝香港政府的清算。苹果加油！苹果加油！ 点环保蜡烛替台湾《苹果日報》祈福，公民团体10時暗時去《蘋果日報》大樓外口舉烏煙，呼籲台灣《蘋果日報》唔通把採訪的資料移交予香港政府。15因嘛去文化部申請，希望政府愛介入，避免後手的發展會危害國安，也有新聞自由。 希望文化部这边可以依照各自法第21条，他们是作为平面媒体的主管机关，可以来限制说非公务机关把各自传输到这个境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体买卖的资料库移交，很长一段时间，他用大量的跟监的方法，他有更多的个人隐私的资料。 公民团体烦恼唔是无原因，因为香港一团媒创办人李志英入甲封关，香港高等法院15裁定，香港政府清算一团媒的资产，台湾《苹果日報》交予法院委任的临时清算人来处理。法界人士分析，清算是公司甲资产卖掉当现金来行债务，嘛甲公司收起来。香港法院的命令会当透过伫台湾法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除非有特殊的情形，若无法院大部分拢会同意执行。香港一个公司在台湾这边要终结掉，真的要强力介入的话，那其实坦白说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我们台湾的主管机关对于香港的一周刊，那应该是没有所谓的一个监督的权利。如果相关方面借机将侵犯自由人权的黑手深入台湾，我方相关机关一定会依法采取必要的因应作为。 陆委会强调讲，政府会持续关注一团媒清算事件发展，若是人权受到侵犯，一定会依法采取必要的作为，保障个人的个资、隐私，也有公共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戴厚杰带议员来台湾访问。伫10月时阵，法国参议院也同款有带团来访问。戴厚杰表示，希望会当甲台湾进行交流，明仔载也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法国第3个月来有来2个正重要访问团，咱的外交部也表示欢迎。 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富杰15加5位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这也是自10月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调查率团来台了后，法国第3个月来第2个重要访问团，也创下欧洲单一国家国会2院前后来访的纪录。双方会进行政经文化等意见交流。Nous avons vo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après le Sénat en France. Un texte qui incite et soutient notre gouvernement pour que Taïwan soit représenté dans différent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法国国民议会顶个月第1摆以原票通过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国际函，这多是由友台小组主席戴富杰发起，伊长期友台，阁是自2016年了后第2摆访问台湾。伊的会见蔡总统拜会行政院、立法院等部会首长，阁参访文经设施。 我们双方将就疫后的经济复苏、数位转型
印太区的安全等政经的议题广泛的交换意见，来进一步深化台湾跟法国人民之间的坚实友好以及互惠互利的实质伙伴关系。那法国事实上是非常特殊的国家，那它在外交政策上也有自己的步伐，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法国的交往事实上是可以有一些新的火花。法国国会两院伫2012年拢通过友台决议，学者分析这几年来欧洲确实支持台湾的声音提悬。台湾无的确用借这机会，甲法国强化民间交流，拓展双方关系。未来不知伫国会访问团顶悬有较侪实际提升关系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兴达电厂对去年开始新起3组轻加速的机组，不过时间过程造成附近民众的不满。有真侪民众反映讲，因的厝角开始闭巡，而且时间造成的空气污染甲噪音是真多。今日透早居民就伫咧电厂头前邮报条大声喊，要求台电赶紧停工。台电表示讲，因会改善施工的方法。兴达电厂外口规定人举报条抗议，因拢是电厂附近乌拿头的居民，讲因为电厂去年开始施工，唔但有噪音甲土炭烟，去年饲的鱼虾死去，嘛害因的厝出现闭巡。大庄哦，已经要讲2万几亿哦，即马才来咧讲，好，我叫人来鉴定，唔过哦，鉴定是事后，遮以前拢。15000几支、6000几支也无算。实际来到民众的厝内，壁顶有闭巡的不止一间。伫遮住啊吼，我住要50栋啊，即摆台电的同仔来弄迄纸装哦，啊才开始闭的啊，差不多即1栋来安尼豆豆啊闭安尼啦。就安尼嘣，就足大下就对啦，足大声啦。就像啊，伫地动咧。民众不满要求台电停工，台电派代表接定证书，嘛强调施工造成的噪音拢伫标准内底，不过因愿意改善。我们调整施工的方式，我们将打击式的施工方式改成专决式的施工方式，降低噪音及震动的影响，扩大邻房鉴定的范围，大约有30户左右，以利后续来厘清责任的归属。兴达电厂去年开始新建3组轻加速的机组，按算2024年要甲2组轻土炭机组停止运转。不过施工过程引起附近居民几啊摆的抗议。记者陈家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在咧4大公投当中，内地议题正反方的支持率拢是加真悬。除了健康，敢会影响到台美和国际贸易，也正做是攻防的焦点。不过有进口商表示，因为反内地，煞变做是反美猪。这美国猪肉进口量是减去到去年的一半尔，而且入来全部拢是无3码种的猪肉。有学者分析讲，台美关系升级，签 PTA 进口免关税是紧早办的代志，也呼吁台湾就爱提升育种的技术，也要量早完成冷链设备，配合国际标准，才当互台湾猪的产业万年救援。互国民党通过，无法度加入 CPTPP 的，大家知影无？安尼往来，安尼紧张啊，袂去日本20%的关税，就输其他的国家。所以即摆有一个问题，甲美国万一这个公投案过，无法度做较侪生意。赚较侪钱。无开放有正肉种的猪肉进口，台美甲国际贸易关系感到受冲击。美国不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吗？蔡英文不是说有史以来从来关系没有这么好过吗？美国不是再三保证跟台湾的关系坚若磐石吗？最近还要支持我们加入联合国，会为了一点点莱猪就跟台湾断绝关系吗？就不顾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吗？怎么有这种可能嘛？内地公投，互外界看这是上届热的一案，反方正方到大要继续战。蔡英文总统要表示，开放美猪对台美重新启动铁法对话有帮助。因那这届咱国要争取加入 CPTPP，11个会员国拢开放内猪进口，台湾敢有开放市场的决心？会员国会放大来检视，不过学者看法无同。事实上，美国现在不在 CPTPP 里头。第二个CPTPP 里头我们进口最多的国家就是加拿大。重点不在于它是美猪还是加拿大猪，重点是这些猪肉呢，它有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以及它含量是多少，有没有符合的规范。台湾对今年正月开放内地进口，根据卫福部统计，显示到今年12月初，进口的猪肉占5%，其中加拿大上多，西班牙第2，美国排第5，拢无验出正肉精。进口商就坦白讲，反来济真做反美猪，互美猪今年进口的量减买去年的一半，而且境内拢无莱克多巴胺。阮的业者拢有认为讲啊，这来猪的问题对大家健康有顾虑。到目前为止，1公斤的来猪嘛无人进啦，吼，大家拢有收信量。啊，在这个状况无解除的前提以下，吼，阮应该是袂阁进啦。专家分析，台美签 BTA 或者是 FTA 进口免关税是早晚的代志，认为台湾猪的产业要有南海策略，要育种，重视品质甲特色，才通万年永久。是因为按较会食较肥淡薄仔的猪肉，吼，按那3层的水。伫国外来讲，较无咧注重这方面，尽量要降低迄个成本，吼。所以这来讲就讲，按有按家己的特色。我感觉苏克爱一个所谓的南海策略。而不是靠成本来拼一个所谓的红海策略。人讲树头搁好栽，免惊树尾做风台。台湾经历20多档的口蹄疫成功扳正，到顺利抵挡非洲猪瘟。即马面对进口的压力，学者提醒，除了疫情，整个冷链技术甲多载的分级制度，拢得爱经完成，才通稳定国内介绍，也互台湾猪重新转来守出大国的位置。记者阿明金正派文夏桂林台北报道。行政院伫今年2月核定120多亿基金，希望4年内会当甲台湾猪的产业做一个大升级，包含着肉品的规格化到冷链技术。不过，猪农却认为讲这速度伤过慢，发到台湾猪的育成率伤过低，加上饲猪的成本是愈来愈悬，除了补助，也希望有奖励猪仔注意放射的办法，稳定品质甲产量。也若讲到咱全台湾上界大的肉品拍卖市场是伫咧昆林，因已经规划用20亿，按算明年就一个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冷链屠宰线。现在帮你现冲的是现冲小里脊，就是我们店内的我不是牛肉汤，它使用的是全程冷链的新鲜小里脊肉。甲控好的猪大骨汤倒入碗内底，温体摇来吧是着熟啊，入喙毋若无咸味，肉质甜，阁好食。昆林这间猪肉观光工厂坚持用友善养饲的猪仔，而且对屠宰、分切、运送到料理拢低温配送，全程拢下 HACCP 国际卫生标准。未来4年，台湾猪的产业也要对国际脚步，提升冷链技术，全面转型。有45年历史，台湾上大的肉品市场昆林，一天拍卖2300只肉猪，已经规划20亿，估计明年8月份就会有全新符合国际规格的冷链屠宰线。屠宰线，阮1点钟大概当抬100只左右。当我若规个拢改建好势的话，我们的效能每个小时至少可以屠宰250头以上，节省2/3的时间啦。好，包括甲증주啊，甚至爱搁去贷款。整个的计划内面，第1期咱差不多爱开咧，差不多10亿，就是要来投入第一，先改善伊的设备，包括污水的处理；第2就是包括伊屠宰线用新的，而且全部爱符合到就是HACCP。在拍卖市场买20多年猪肉的承销商肯定冷链设计，表示未来若看倒体，要是会当看出猪斑袂有问题。也讲台湾猪确实有野受食肉精的议题，行情变好。去年的时阵，全国的牌价超66啊，这个牌价全国拢超伫个70啊加10块啦。自从这个来自了，猪价变到稳定啊。根据农委会统计，今年到5月底，国内计供饲547万3000多只的猪，比去年同一个时阵减39000只。猪农讲，以今年养饲的成本来看，平均一只猪母爱生18只，不过才生14只而已，育成率算低。张友成讲，即马进口的饲料因为疫情脱工拢贵松松，除了爱先炖起来，也爱增加饲料的使用率。像等阵即阵嘛足欠的嘛。顶个月几乎台湾都只有人买得到的，所以像我等阵这嘛是拢一栋的。就我们的库存已经抓到说，尽量抓到3月或4月为止。
因为后续再怎么涨，咱都唔知。张友成理事长表示，伫咧冷链技术完成进前，将来替低亚组疫苗的经费，约果有辅导小厂转型，提升养饲的品质，这是对因上界直接的帮赞。但是我想上惊就是讲，后壁加拿大是西班牙的猪肉，因的猪肉无来克多巴胺，规价阁足好的。这才是咱台湾饲猪上农民上大的威胁。除了补助以外，看要用奖励的方式，让咱饲猪哦做疫苗防疫上，或是说疾病的清除更确实。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即马全国计共6300外场的猪场，小型的饲200只以下的超过35%，有能力会当直接升级转型的大型猪场，干达8%外。猪农呼吁政府100亿基金的规划甲细节就要集中，若无要拼4年来转型，恐惊真有难度。记者阿明金正派文云林报道。讲到地动是咱台湾的天然灾害，气象局有和新北市政府签署一个地动预警 MOU， 包含伫起11座的井下地动站。若准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地动，这警报时间会对地动发生了后的10秒缩短到7秒。卡图机伫咧卡14张历史公园，位在新北新店的永保中卫区。敢若看到边的所在，也有一间白色建筑物正伫兴建。这是中央气象局甲新北市府合作设置的地表及时强动站，要来强化地动的预警系统。地震发生，我们在7秒内就能够透过新北市的这一个客制化的系统，能够通知到所有的新北市的相关的单位。那新店包含金山商会这所在，井下地动仪观测站已经完工啊。另外，副市长谢正达15代表市府甲气象局来签署合作备忘录，预计在新北先起11座井下地动站，并且升级现有36座及时强动站。即要北部发生大规模浅层的地动，警报发布时间上紧明日开始，会对地动了后10秒缩短到大约7秒。一年主要是还是以北部地区为主，未来明年后年，就会有往中部南部。那未来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5秒内。由新北市的人口真密集，比例最头一波有定建地的城市，也是全台头一个由气象局甲地方管区签订的地动预警备忘录。新北市府也表示，未来搭配气象局的动度速报系统，强化防救灾能量，也使有效提升地动的应变甲救灾动员。记者综合报道。阳明交通大学新的校徽即马展出来互看咯，这是经过半年正人的心血所完成的。不过有学生看了后，抓准是纽约大学的 logo， 甚至有学生认为这两间学校合作会精神颠倒是失去啊。简单的线条变做英文字母，这就是阳明交通大学新标识。经过半冬话讨论，总算是设计出来啊。只是想袂到，原地交通大学这边的学生对新设计有意见。蓝色跟黑色的部分感觉比较强调 Y， 所以 C 不太明显。看起来蛮有设计感的，但是好像跟原本的有点没有一些原本的东西吧。我们是觉得还好。还好啊。对，因为我们有看到 C。我们会有一个动态影片去代表说这 Y 跟 C 结合以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logo 因为其实 logo 很重要，是表达那个意象。学校表示，新标识特别邀请国内真有名的设计团队参加，是以国际创新做理念，会搁再透过机会向学生宣传概念。把 Y 跟 C 这两个过去的传统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其实设计团队是非常成功的去设计出一个 Y 跟 C 的结合。那所以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它像 NCU， 有些人会觉得是 NYU。目前传出有部分毕业的校友想要发起联署提出反对，按算在理监事会提案，希望学校会使重新搁再修正这个新标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是对17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7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4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